非洲。好，時間係8點47分，即係約係32分左右啦。好嘢，yeah！Yeah. C144. Hello. Very good. Hey, cho edit cái gì kia? Bấm. 好啦，第二名49分就慢咗2分鐘，應該唔係嗰個女子非洲跑手啩？好，男子第2名，相差同冠軍相差2分鐘。KIV 啲跑手076係着李寧嘅。好啦，男子3、4都返緊嚟啦。時間係8點50分啊，即係相差咗同冠軍爭咗3分鐘。呢個接力，哎呀，用盡氣力啊！快些！
喂，有人翻啦，時間係8:52。好啦，有人翻嚟啦，時間係8:53。然後先嗰個唔係接力嘅，搞佢咗。跟住陸續有人翻啦，8:53。開賽係8:15。喂喂，爭持得好激烈喎！哇！講啖水先啊！好啦，我哋向前少少先。由於太多人啦，得人吞住。睇嚟今日真係非常辛苦喎，好多人都頂唔順啊！好，咁我哋向前少少先。好啦，時間係8:55啊！好啦，我呢部機就影前某某數量嘅男子，女子好似遲咗5分鐘起步嘅，咁我就影女子前10，咁就另一部機咧，希望就影晒所有通線嘅朋友啦。哇，太急真啦！好大風啊！係啊，一陣。咦，你跑咩啊？3公里啊！哦，3公里，加油！應該冇佢哋咁慘嘅。係啊。唔係喎，得一陣間又熱啲喎，不過就短啲咯咁。我都係一個圈就話3公里。係咩？3公里唔知喎，係咪一個圈啊？係啊，佢哋好似兜2次。兜2次3公里。唔係，佢哋10K 就，同埋你短啲啊。10K 3次啊！係咯，同埋你嗰度短啲啊嘛，佢個圈大啲啊嘛。好，跟住你，哇，好攰。哇，你好早啊！3公里幾點起步啊？10點幾啊嘛。10點幾啊？你有 friend 啊？係啊，我哋有跑隊啊嘛。哦。我想跑10公里，我希望跑3公里啊嘛。哦。咁你係最聰明嗰個，我覺得係。咁熱跑10公里好慘。呢個仲要跑啊嘛，呢個仲要。跑咩啊？就係衝啊，烏溪沙嗰邊啊。烏溪沙？係啊。比賽？青年新鮮啊，社工跑啊嘛。社工跑啊？係啊。哦，所以你報3K，聽日幾多 K 啊？5K。聽日5K。哦。
咁你留下力先啦，你搏盡攞嘅，你聽日跑唔到。你聽個心唔乾啊，唔會嘅，你跑下都乾啦。你洗咗佢，晾咗佢，聽朝着出街實乾。你着第二件衫唔得咩？你着愛女鞋嗰件衫跑聽日咪得咯。我哋帶啲圖去跑啦。哦。你有對衣㗎。哦。你今晚洗晾起佢，聽朝出街着乜都乾晒啦。時間嚟到8點50分，女子就第一名喎，聽講一定係非洲嗰個，係啦冇錯。男子嗰個32分咯，係啊，又係非洲咯。贏好多啦，但係好多人第二嗰個爭佢2分鐘咯。威 Sir， 哇！呢個都勁嗰啲。好啦，女子第一名過咗。由於留翻啲空位同埋電，女子我呢部機就影頭10名啦。咁佢哋好似係20分到起步。咦？有冇咁快啊？咁啊好勁！啊唔係個女子大約38分到啫。而家嚟到9點啊！暫停先，不過有人嚟緊啦喎！哇，犀利！好似攞獎牌啊！哇，又累一個。好，第2名，本地啦。獎牌都唔要嘅，點解？獎牌都唔要啊！咁有趣嘅。咁有特色啊！好，女子第3名。第4名都有去海帶，是但都唔緊要。好嘢，好嘢！時間係9點01分啊！哦，覺得你睇，今日揀晒身啊嘛！係啊，今日大家，哦，唔知點解都攞獎嘅都唔攞完成獎勵嘅，可能唔記得咗。好啦，第5啊。
好類似呢個好似係大陸。第七。化妝品嘅。好，45分。喂，啱啱錢佢叫我影相啊！哦，係咯。你喺邊度攞㗎？呢啲？佢啱啱叫我簽多一次啊！最緊要我驚遲咗。好啦，時間嚟到9點05分，我就用另一部機影啦。打招呼啊！打招呼啊 ！Hello。3K 啊！呢位朋友，我哋同佢加油。009啊！哇！好嘢好嘢。好，影住咁多先。大家想收睇詳盡嘅衝線記錄，咁等我另一條片啦。因為啲女子差唔多前10都翻晒嚟㗎啦。好，轉頭見。佢哋應該係女子已經係先25、35、45，唔係喎，佢哋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40幾分啊！轉頭見啊！咦？轉頭見啊！我都打。
如果 closer to the meeting contract 嘅，小心啊，小心！3公里。可以啊！你最長跑過幾多？10公里。最快幾多？好慢嘅咋，10公里都。幾多？冇計個時間啦。冇計個時間。係啊，標啊嘛。你冇標比賽都有時間㗎。我都冇留意啊。你唔理？係啊。不過唔緊要咧，跑步都係玩嘅啫。係啊。未啊，我未開始啊。係咯，你走先咯。哇！我開始自己走㗎，係嘛？都係你做得好。如果個個去晒10機，邊個幫你個線路會宣傳咧？唉，做得好。